入行無人機1年後，你會發現幫地盤調運物料、做電影道具調運賺錢，幫人送外賣、送貨唔賺錢，做外牆檢測、斜坡監測賺錢，普通天台漏水勘察唔賺錢，幫工程公司做地盤進度記錄、做估值 3D 模型賺錢，幫細地產公司做普通樓盤建模唔賺錢，用單機做求婚、開幕典禮、掛 banner 賺錢，做大型無人機群匯演對普通人而言唔賺錢，高層寫字樓、酒店外牆清洗賺錢，普通村屋低層樓宇清洗唔賺錢，做青少年 STEM 創科教育賺錢，做基本成人考牌課程唔賺錢，做主板芯片級維修賺錢，淨係識拆機換件唔賺錢，租行業級無人機如 Inspire 3 M300 賺錢，租消費級無人機如 Mini Air 唔賺錢。我係小歐，關注我睇多啲無人機嘅知識。